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嘅就係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黑暗嘅一頁——越南戰爭。呢場戰爭背後隱藏住無數不為人知嘅恐怖真相，特別係當中有啲針對平民同女兵嘅手段，簡直係喪盡天良、慘無人道。當你踏入越南嘅軍事博物館，或者聽反老一輩人講起，你先會明白戰爭嘅恐怖。1955年到1975年呢20年間，美軍喺呢個東南亞國家投入咗無數嘅資源同兵力。好多人以為戰爭只係兩軍對壘，槍林彈雨，但係越南戰爭嘅殘酷程度遠遠超出咗一般人嘅想象。當時無數只有18、19歲嘅美國後生仔俾人徵召入伍，送去一個佢哋完全陌生嘅熱帶雨林。呢班美國兵本來以為憑住自己強大嘅船堅炮利可以好快解決戰鬥，但一踏入越南嘅叢林，佢哋就發現自己跌入咗一個無底深淵。喺呢個濕熱、充滿蚊蟲嘅叢林入面，北越軍隊同游擊隊利用主場優勢，設計咗無數令人毛骨悚然嘅陷阱。最出名亦都最令美軍聞風喪膽嘅就係竹籤陷阱。呢啲唔係普通嘅竹籤，北越士兵會用火將竹籤烤硬，然後喺上面搽滿人或者動物嘅糞便，甚至係有毒嘅植物汁液。佢哋將呢啲尖竹插喺深坑入面，上面用樹葉同泥土做偽裝。當美軍行過，一踩空，整隻腳就會被刺穿。由於竹籤上面充滿細菌，就算美軍冇實時被刺中要害，傷口都會迅速惡化、潰爛，最後引致敗血症而死，或者要截肢。這種肉體同精神上嘅折磨，令到當時好多美軍行每一步都好似行喺地獄邊緣。好多人未見到敵人就已經精神崩潰。為咗應對美軍嘅狂轟濫炸，北越人民甚至喺地下建造咗一個龐大到令人難以置信嘅地下世界，即係古之地道。呢個地道網絡總長度超過250公里，入面唔單止有指揮部、宿舍，甚至有廚房、醫院同兵工廠。你可以想象一下，成千上萬嘅人好似老鼠一樣，長期生活喺黑暗、潮濕、空氣稀薄嘅地下，入面充斥着排泄物、霉菌同死屍嘅氣味，仲有成群嘅老鼠同毒蛇。美軍為咗消滅地道入面嘅人，派出咗一班身材矮小、被稱為地道老鼠嘅特種兵，拿着手槍同電筒爬入去。呢啲狹窄嘅地道入面，佈滿咗機關同埋隨時準備同歸於盡嘅伏兵。好多美軍一爬入去就再無出返嚟。地道入面嘅生活環境之極端，令到好多北越士兵因為長期見唔到陽光而患上嚴重嘅皮膚病同夜盲症。但佢哋就係憑住呢種近乎瘋狂嘅意志力，喺地底同美軍周旋咗10幾年。當美軍發現常規武器根本冇辦法消滅呢班神出鬼沒嘅游擊隊時，佢哋做咗一個令整個越南甚至係全人類幾代人都無法抹去嘅毀滅性決定。由1961年到1971年呢10年間，美軍實施咗一項代號為牧場守行動嘅計劃。佢哋向越南嘅森林、農田灑下咗高達7000多萬公升嘅落葉劑，亦即係我哋熟知嘅橙劑。橙劑入面含有極高濃度嘅劇毒物質二噁英，呢種化學物可以令植物嘅樹葉迅速落晒，等游擊隊無所遁形。但美軍冇考慮到，或者係根本唔在乎呢種毒素對人體同環境會造成幾大嘅毀滅。橙劑嘅毒素滲入咗越南嘅土壤、河流同食物鏈，超過400萬嘅越南平民暴露喺呢種劇毒之中。佢哋開始出現各種奇奇怪怪嘅癌症、皮膚病，而最可怕嘅係呢種毒素會改變人類嘅基因。喺戰爭結束之後嘅幾十年入面，越南出生成千上萬個畸形嬰兒，有啲 BB 一出世就無眼珠，有啲就手腳連埋一齊，有啲甚至有2個頭，或者內臟生喺身體外面。呢啲悲劇一直延續到第2代、第3代，甚至到今日2026年。如果你去到越南一啲偏遠地區嘅孤兒院或者醫院，依然可以見到橙劑遺留落嚟嘅恐怖痕跡。呢種生物武器奪走嘅唔單止係當時嘅人命，更加係剝奪咗無數未出生孩子嘅未來，簡直係魔鬼嘅手段。除咗橙劑，美軍仲大量使用咗另一種恐怖嘅化學武器，就係凝固汽油彈。呢種炸彈一爆炸就會產生高達1000度以上嘅高溫，而且入面嘅化學物質會好似膠水一樣黏喺人嘅皮膚上面燃燒。當你被凝固汽油彈燒到，你嘅本能係想用水去整熄佢，但係呢種火越用水撥就燒得越勁。好多平民同士兵就咁眼睜睜睇住自己嘅皮肉被燒到融化，露出骨頭。當年有一張轟動全世界嘅相片，一個9歲嘅越南女仔被燒到一絲不掛，一邊喊一邊喺公路上面奔跑。呢張相令到全世界都睇到咗越戰最殘忍嘅一面，亦都引發咗全球性嘅反戰思潮。
但係喺整場戰爭入面，最令人心碎、最陰功嘅，莫過於女兵嘅遭遇。喺當時嘅北越，為咗保家衛國，無數十幾20歲嘅年輕女仔紛紛加入軍隊。佢哋本來應該係處於人生最美好嘅年華，但就焗住要拿起鋼槍，走入充滿危險嘅戰場。當呢班女兵不幸被美軍或者南越軍隊俘虜之後，等待佢哋嘅係比死亡更加可怕嘅地獄。敵方為咗從呢班女兵口中套取情報，或者單純為咗摧毀佢哋嘅尊嚴，使用咗無數卑劣嘅折磨手段。最令人髮指嘅就係逼佢哋注射一種俗稱催乳針嘅化學藥物。呢種藥物本質上係一種強烈嘅激素，會強制改變女性嘅生理機能。當呢班年輕根本未結過婚、未生過仔嘅女兵被注射呢種藥物之後，佢哋嘅身體會喺極短時間內產生劇烈反應，乳腺會開始瘋狂分泌乳汁，隨之而來嘅係胸部極度腫脹同劇烈嘅痛楚，生理系統完全失調。你可以想象一下，呢班女兵雙手被綁喺陰暗潮濕嘅牢房入面，身體被藥物折磨得痛苦不堪，心理上更加要承受巨大的羞辱同恐懼。審訊人員會利用呢種生理上嘅痛苦，配合言語上嘅侮辱去恐嚇佢哋，試圖擊垮佢哋嘅精神防線。好多女兵因為頂唔順呢種肉體同尊嚴嘅雙重摧殘，精神徹底失常。呢種手段唔單止係肉體上嘅折磨，更加係對女性尊嚴最無情、最殘忍嘅踐踏。就算有部分女兵最後好彩活到戰爭結束，呢種化學藥物對佢哋身體造成嘅永久性傷害，亦令到佢哋終生無法生育，或者一生都活在嚴重嘅病痛同心理陰影之中。除咗催乳針，被捕嘅女兵同囚犯仲會被送去臭名昭著嘅昆島監獄。呢個監獄入面最令人不寒而慄嘅就係所謂嘅老虎籠。呢啲老虎籠係一格格極度狹窄，用鐵欄杆封頂嘅石屋，每個只有幾平方米嘅空間入面，會塞入10幾個囚犯。佢哋冇辦法企直，冇辦法躺平，只能夠人貼人咁屈埋喺入面。監獄嘅看守會企喺鐵欄杆上面，隨時向下面嘅囚犯潑灑石灰粉、潑冷水，或者用大鐵棍去毆打佢哋。喺高溫潮濕嘅環境下，石灰粉遇到水同汗水會產生劇烈化學反應，灼傷囚犯嘅皮膚同雙眼。好多人就咁被折磨到雙目失明、全身潰爛。喺呢度，人命比草更加賤，每天都有人頂唔順折磨而死去，屍體就咁喺籠入面發臭，直到看守心情好先會搬走。除了實體上嘅折磨，美軍仲發動咗一場極其詭異嘅心理戰，代號為漂泊靈魂行動。越南人深受傳統文化影響，非常重視祖先崇拜。佢哋堅信人死後如果無得入土為安，或者死喺異鄉，靈魂就會變成孤魂野鬼，永遠喺人間流浪受苦。美軍嘅心理戰專家利用呢一點，人錄製咗一啲極其恐怖、陰森嘅聲音。呢啲錄音入面有風聲、喪禮上嘅哀樂，仲有一個男人用顫抖、淒厲嘅越南話喊住叫自己嘅家人，話自己死得好慘，無人收屍，叫佢哋唔好再打仗，快啲返屋企。美軍會喺深夜時分用直升機帶住巨大嘅喇叭喺北越軍隊駐守嘅叢林上空反覆播放呢啲恐怖嘅鬼聲。喺漆黑一片、死一般寂靜嘅森林入面，突然聽到呢啲好似來自地獄嘅哭號，對北越士兵造成咗極大嘅心理壓力。好多戰士喺精神極度緊張嘅情況下，聽到呢啲聲音會嚇到崩潰，甚至以為自己真係撞鬼。雖然呢種手段無直接用刀槍，但其帶來嘅精神折磨同樣令人心寒。而整場戰爭最黑暗、最無法被原諒嘅一幕，發生喺1968年3月16日。呢個就係震驚全球嘅美萊村屠殺。當天，美軍一個排嘅士兵進入咗一個叫美萊村嘅村莊。當時美軍因為長期承受游擊隊嘅偷襲，死傷慘重，精神已經處於病態嘅緊繃同憤怒狀態。佢哋懷疑呢個村莊藏有游擊隊，但事實上村入面只有手無寸鐵嘅老人、婦女同小朋友。喺長官嘅默許甚至命令下，這班美軍化身成冷血嘅野獸，佢哋開始無差別地向村民開槍，將村民驅趕到水溝入面集體掃射。無數嘅婦女喺死前遭受咗可怕嘅侵犯，甚至連手抱嘅 BB 都冇被放過。整場屠殺持續咗幾個鐘，超過500名無辜嘅平民慘死喺美軍嘅槍口之下。呢場屠殺最後因為一個美國直升機機組人員嘅正義干預而停止。佢甚至下令，如果美軍繼續開槍，佢就會向自己人開火。美萊村屠殺嘅真相被媒體曝光之後，震驚咗整個美國社會，亦都令全世界睇到戰爭係點樣將一個普通嘅後生仔一步步變成毫無人性嘅惡魔。1975年4月30日，隨着北越坦克衝破西貢總統府的大門，長達20年嘅越南戰爭終於宣告結束。
但係戰爭留下嘅傷痛，並無隨着槍聲嘅停止而消失。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嘅越南人，因為驚受到新政府嘅清算，或者因為家園盡毀，被迫踏上破爛不堪嘅小船，逃亡去未知嘅大海，成為咗震驚世界嘅越南船民。對於我哋香港人來講，呢一段歷史其實一點都唔陌生。喺20世紀70到90年代，香港作為第一收容港，接收咗超過20萬名越南船民。當年電台每日不停播放嘅越南語廣播《不漏洞拉》，成為咗一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好多船民喺茫茫大海上面漂流，遇到風浪海盜，10個人入面可能只有1、2個人行得返埋岸，其餘嘅人都葬身大海。呢一切嘅悲劇，歸根究底都係由嗰場殘酷嘅戰爭所引起。今日我哋回望呢段歷史，唔係為咗去煽動仇恨，而係要明白到戰爭從來都冇贏家。110萬條生命嘅逝去，背後代表住110萬個家庭嘅破碎。嗰些喺戰場上死去嘅士兵，被生物武器折磨一生命運嘅畸形兒，以及無辜被侮辱同折磨嘅女兵，佢哋嘅哀號仿佛仲喺歷史嘅長河入面回蕩。人類最愚蠢嘅地方，往往就係忘記歷史嘅教訓。當我哋生活喺和平嘅年代，可以自由自在去旅行，享受生活嘅時候，千祈唔好忘記，依家我哋視為理所當然嘅和平，其實係前人付出咗極其慘痛嘅代價換返嚟。希望呢個世界上唔好再有戰爭。唔好再有任何一個無辜嘅生命需要經歷越南戰爭嗰種人間煉獄般嘅痛苦。